天团把山腰登场，连唱6首歌曲，现场气氛嗨到上高点。2029台南好样蓝营草地音乐会伫新营登场，卡司包含张秀清、陈星月等歌手。创作歌手高尔宣嘛以为走友掀起高调，更意外发现徛伫第一排的班甲。一只鸟，那是一只鸟吗？它是活，它是活的摄影机可以这个特写这只鸽子吗？好不好？这只鸽子，它要我们夜夜笙歌。这只鸟啊，还阁飞到手架顶悬，成为台卡另类的焦点，相当趣味。同工的焦点，还阁是台顶的12强总教练林亚平，最后还阁有无人机的表演。看到这么多好的表演，看到很多年轻的市民朋友们都很嗨。我觉得其实我们办这样的活动。不只是唱唱喝喝、唱唱跳跳、玩玩而已，其实是有很多深刻的意义。我们也希望这个台南好样这个耶诞跨年活动持续的办下去。市长柯伟提预告，跨年晚会也阁有更加好的卡司来到台南，堪大家斗阵嗨到2025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